准备一起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主场在嘉义，金环闪珠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来，我们要请市场的贵宾大拇指帮我竖起来。好，右前方帮我右前方一张好吗？右前方的媒体。好，今天媒体票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有一点联想，就是说这是不是有点就是百兰合作的那种象征？想太多，他是为了6月21号，他招揽客人的。我们长期就跟台北市天文的我们协会，其实私底下都有很多的合作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盛事无论在教育、在科学，我们的科学168，所以这一方面。我想我们来到这里，这是当然的因为这边有最好的设备、最好的人才，而我们嘉义有最好的观星点，就在北回归线上。这一条线呢，也属于全台湾，也是全世界要看这一次的日环食最重要的点。所以当然要到台北市了。因为跟我们台北天文馆、嘉义市政府跟我们台北天文台合作，6月21号在嘉义举办这个活动。那高雄市补选到底这边你们会参加？因为特别说我又没有户籍，又参加。台北如说民众党不会缺席。我们来想这个问题，可以缺席。对，就是会如果韩被。不要再讲了，这个还投票结果还不晓得。这个这样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从现在到6月6号每天问我这个题目，我态度很清楚了。都已经不按那的这只能给高雄的市民自己去决定了。我是没什么意见的。那你觉得乐观吗？他这个情形乐观。我不晓得或者不知道，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。地中心到底我们整个指挥中心到底负不负责？其实社会自有公断。大概就是说，我们连续在本土上面在昨天专家里面也跟我们表达，就是说到现在，其实本土社区里面算是安全的。可是我们也一再强调说，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防疫新生活。那这里面也包含戴口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基本上一个安全，那怎么样保持这个战果？那还是个人的安全卫生一定要例行把它做好。但是我们可以快乐的过，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就我们喊说要乐活防疫，就是大家快快乐乐的能够来防疫，但是口罩、洗手、社交距离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防线，除非有相当大的一个科学上的进步。那否则这条线我们是不会轻易把它放弃，这是一个必要的行为。那我刚才讲就是说，不管地方怎么样，那中央就是有心，地方也有心，要对于困难的民众予以纾困。那这一块本来就是很困难，因为它相对的不是很清楚的一个职业别，那很多的一个身份都难以认定。那我们的原则是要从宽，只要没有说明确的。超过这样的一个收入范围，我们都会予以核定。那至于跟中央地方的关系，我在想大家尽量从利人利己、互相挺的这样的角度来想事情，那很多事情自然就会迎刃而解。当然还是在地方上有一些地方可能不是那么清楚，那我们会做相关的一些授权，那会发公文进去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分工合作，那目标是要让辛苦的人拿得到钱，让辛苦的人早一点拿得到钱。那部里面的同仁因为事出突然，其实我们部里面在本部里面，我们大概编制大概600多位了。那因为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其实大家都已经有些都要返乡返家去看妈妈，其实在台北的人也不多，所以我们调的但是同仁非常的配合。大概昨天就回来100多位，那今天有100位在部里面加班。那我昨天也特别到我们的部里面去看一些审查的文件。我昨天中午记者会有讲，那有一些很明确的，那其实在地方第一线就能够把它直接的纳入或排除，那整个效率也会比较好。那这都是会利人利己。地中心到底我们整个指挥中心到底负不负责？其实社会自有公断嘛，那整个相关的行业要开放，其实一个看个人的我们的例行新生活有把它做好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相关的管理业者能不能尽责把管理做好。然后第三个是地方政府的管理的量能，是不是能够把相关的我们集会的指引能够做得确实？那这都是中央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到每一家里面去看。
好，所以我们大的原则定出来，能够例行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。那然后我们的业者能够遵循集会游行集会指引，那然后那个地方政府能够觉得管得好，那就可以走。他如果有疑义，他觉得说，到底有没有管？其实跟刚才情形也很像哈。你有疑义提出来，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。他会觉得说，这样的管理是不是够？那地方政府想要这样管是不是可以？那这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讨论。